香港知名女星正式宣告復出，患驚恐症息影多年，坦然接受自己變胖。香港知名女星、前港姐冠軍李珊珊淡出娛樂圈多年，正式宣告復出。之前網上關於她患怪病的傳聞不斷，甚至還有傳聞她患上了腦癌，令外界大感震驚。在2019年的時候，李珊珊終於鼓足勇氣，向外界宣布自己患了驚恐症，一度害怕面對人潮。經過好幾年的恢復，現在李珊珊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，所以深思熟慮後，她決定再度復出。相比起當年拿到港姐冠軍，拍攝電視劇活力滿滿、膠原蛋白十足的時候，現在李珊珊身材發胖明顯，滄桑了不少，很多小夥伴都直呼完全不敢認。不過李珊珊在復出之前就已經做好了思想準備，她在受訪時透露，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去面對各種負面評論，也坦然接受了自己外形的改變。其實，在去年的時候，李珊珊就已經在嘗試住復出，只是沒有正式宣告復出。她開通了社交媒體賬號，會在個人主頁上分享一些短視頻和網友互動。這次李珊珊正式宣告復出，估計之後也不僅僅局限於網絡頻道，在線下應該也會有一些商業通告。可能關注李珊珊的小夥伴都知道，自從她2019年公開患上驚恐症之後，她一直在和病情做鬥爭。還記得在2021年、2022年的時候，時不時就會有港媒爆出李珊珊病情加重的新聞，引發外界不少關注。還記得有一次，李珊珊自己在社交媒體上透露，是好朋友林保怡陪同她到醫院接受各種檢查。在驚恐症比較嚴重的時候，李珊珊每次出門都特別害怕，因為她一看到人多就會不自覺的害怕緊張，最後導致失禁。那一段時間令她非常痛苦。當年李珊珊在事業的關鍵時期突然宣布淡出娛樂圈，外界都特別意外，可能是淡出得太突然，外界關於她的各種傳聞不間斷，其中傳她患怪病的新聞最多。一開始李珊珊沒有做出任何回應，就是因為沒有回應，各種傳聞也開始層出不窮。現在回看李珊珊的演藝事業，還是蠻可惜的。李珊珊身材高挑豐滿，被外界譽為史上身材最好港姐。獲得港姐冠軍之後，李珊珊火速加入 TVB， 第二年便開始拍攝電視劇。她人生最重要的一部電視劇，就是大家非常喜歡的《證實錄》。只可惜，李珊珊在劇中飾演的角色並不討喜，因為介入男女主角的感情當中有點茶味，所以時至今日，有網友重溫這部劇的時候，她還會遭到不少罵聲。在《證實錄》之後，李珊珊陸陸續續拍了不少劇集。雖說那個年代的 TVB 還處在比較黃金的年代，只可惜李珊珊在劇中的角色大部分都不討喜。隨住新人的湧現，李珊珊也漸漸被 TVB 擱置。再後來就是離巢 TVB， 然後淡出娛樂圈。相信這次李珊珊再度復出，就像網友猜測的那樣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結果。她花了很長一段時間，算是基本戰勝了驚恐症，也確實很不容易。不知道對於李珊珊的再次復出，各位小夥伴又有什麼期待呢？